美国加州托伦斯市长但公和13号率团来台南，由市长吴伟铁亲自接待，会中双方并共同签署国际友谊城市协定，希望两市都能加深友好关系。未来在产业、数字、选手训练等方面拢进一步交流。而这摆交流嘛是疫情以后，台南重新启动实体城市外交。台南是有这个荣幸。能够跟托罗人士来这个签订友好城市的协议，那我相信不管是对于这个自由和平的追求以及民主的追求，甚至对于这个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过更好的生活的这个努力，我看到了托罗伦斯市的一个成就。但公和表示，真欢喜两市有机会结盟，讲到伊是托伦斯历史上第一位台裔市长，更是台南的竞赛来友近彼此距离。这 Amy 是我太太 Amy， 跟我的岳母黄太太也在那里，很高兴。我的岳父是台南人，所以我们这次来这里也有家人，我们要 visit， 去看家里的人。会中立委王定宇、教务顾问等产业代表甲市府以及主管拢到场见证，场面相当温馨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